也就神也就人，台中市丰原自治宫去年开50外班，甲雕刻师陈清芳买一块台湾原山牛樟茶，唯独伊雕刻做武财神，要请去庙里奉祀。所互民众检举讲，警察阵啊摕这块茶去化验，发觉讲这就是中国大陆进口的樟仔茶，这个介绍是天差甲地，庙方感觉互人骗，要求这个雕刻师都要赔偿。乌面苍目，武盾严威，手提宝鞭，刀自宝盆。伊就是武财神赵公明。这个新春的节日，庙方标榜是用本土关山牛樟木雕刻的，安尼煞来互民众检举。警方嘛意外发现讲，根本都毋是什么牛樟，是中国进口的插头，这是骗人的。开工仪式照古例来真慎重。台中市丰原自治宫去年开50外万，甲一个雕刻师，甲买一块悬90公分、宽50公分本土的牛樟木，要来雕做武财神入庙内供奉。庙方知影讲去互骗去了后，感觉实在真怪奇。因为当初是咱的客户是台湾高山牛樟嘛，到底是什么茶？事实上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啦。庙方讲，当初这个新准的木材，统一是来委托这个负责雕刻圣诞的雕刻师，合约书顶悬嘛有清楚来标记关山的牛樟，毋是普通的樟仔茶。不过雕刻师大声来发冤枉。哪有区别妙方？牛樟就分很多种，妙方说：“你这不是牛樟好啊，我就去找那木材商啊。”找雕刻伊客也卖，客个人是雕刻的师傅去甲满足个客也毋是我咧。我是代理负责甲找迄个茶互伊交代。雕刻师强调讲，木材的买卖有开买的证明，若是出问题，应该要去找顶手的木材商才对。这个新准若是真正是关山牛樟木来雕刻的，恐惊已经违反森林法，而且台湾根本都无，哪有可能来卖？若这个庙方嘛否认讲有甲这个圣诞的雕刻师来交结，强调讲会召开委员会，要甲这个雕刻师爱伊提出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